4月24日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期間，特區政府有否就有關條文對香港快遞業務嘅影響進行任何評估，以及向內地有關當局反映業界面對嘅經營困難？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3，有否評估在新郵政法實施後，有多少間經營國內快遞業務嘅港資企業將面臨倒閉或結業？有多少香港僱員會因而失業或開工不足？以及長期使用該些公司快遞服務嘅珠三角洲港資企業嘅業務會受到什麼影響？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對於林大輝議員嘅幾點提問呢，我會依次序作出回覆嘅。1. 由2009年10月1日開始實行嘅新郵政法規定，外資包括港資企業呢，係不得投資經營國內信件快遞業務，即從收件到投遞全程均喺內地境內進行嘅信件快遞服務。國家郵政局喺去年嘅9月30日發出公告，表示不具備經營快遞業務法定條件嘅企業，需要喺2010年9月30日前達到經營有關業務嘅條件，並且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換言之，現時未符合新郵政法規定嘅快遞業務企業，喺今年嘅9月30日前嘅寬限期內呢，仍然可以暫時繼續經營嘅。特區政府非常之關注新郵政法對香港速遞業嘅影響。我哋已經喺2月24日俾黃定光議員嘅書面答覆中匯報咗最新嘅情況。特區政府已經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嘅憂慮，並且建議將呢一啲受限制嘅速遞業務納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 CEPA 嘅框架內，容許港資企業投資經營。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之間嘅磋商正係進行中，喺現階段呢係並不宜作出任何嘅揣測嘅。提問嘅第二部分，香港速遞業界呢喺去年中，即係人大常委會通過新法例之後，開始向我哋反映對新郵政法嘅關注。其後，特區政府多次與內地當局聯繫，以了解郵政法嘅實施情況，同埋轉遞香港業界嘅關注同意見。據我哋嘅了解，除咗受限制嘅國內信件快遞之外呢，港資企業可以依法經營內地與香港之間嘅信件快遞業務，以及內地境內同埋跨境嘅包裹快遞服務。此外，特區政府曾經多次通過業界組織了解個別企業喺內地經營營運業務嘅範圍、涉及嘅人手同埋其他相關嘅具體詳情。呢啲嘅資料除咗有助我哋對新郵政法可能造成嘅影響作出評估之外呢，亦都會對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嘅磋商工作有所幫助。到目前為止，我哋仍未接獲有關嘅資料，所以暫時未能作出詳細嘅評估。3. 由於個別港資速遞公司嘅業務範圍有所不同，新郵政法嘅有關條文對佢哋嘅影響程度呢，亦都可能有所不同嘅。因此，我哋需要業界提供較詳細嘅資料，以助我哋分析新郵政法對業界嘅整體影響。喺未有確實嘅資料之前，我哋暫時難以作出詳細嘅評估。我哋會繼續同業界保持聯繫。多謝主席。林大輝議員。主席，我好明白咧，CEPA嘅討論係需要時間同呢個內地政府磋商，亦都冇可能一傾就掂。但現時經濟嘅情況咧，都依然充滿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復甦嘅路亦都好艱巨。對中小企做生意嚟講咧，最緊要係有預算，希望知多啲發展嘅前景。咁喺局長剛才嘅回應中咧，雖然未有透露到咧呢個速遞業務咧能唔能夠講得切喺即將嚟緊公佈嘅CEPA補充協議7入邊啦，但我想問局長咧，協議由討論到落實咧，通常需要幾多時間嘅？咁希望政府可以俾個時間表俾業界有個預算。CEPA唔得，7唔得，咁8得唔得咧？咁希望局長咧就唔好輕輕咁答話會盡快或者積極進行中。局長。
多謝主席。CEPA 嘅磋商工作咧，現時咧正係進行之中嘅。咁我哋如果有一啲嘅措施開放嘅措施咧，如果同內地嘅有關單位咧係呢個傾談去達成協議嘅話，我哋會自有公佈。多謝主席。梁君彥議員，多謝主席。呢啲速遞公司咧都見過我哋叫佢去暨南大學攞啲資料，因為暨南大學有個快遞研究中心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即係而家有230間港資咧，係直接或間接去經營國內快遞業務嘅。咁亦都僱用咗10幾萬人。咁每年嘅營業額大概105億啦。咁其實喺呢個郵政法案出咗之後咧，政府除咗喺 CEPA 裏邊有咩辦法令到佢喺嗰個尤其喺內地嘅快遞咧係可以合法化咧？有咩措施可以幫到佢哋咧？局長，多謝主席，容許我解釋喺郵政法實施之前嘅情況啦。喺舊嘅郵政法，即係1986年嘅郵政法咧，已經定明信件同其他有信件性質嘅物品嘅寄遞業務咧係郵政企業專營嘅。但係喺國務院另有規定除外啦，或者係郵政企業根據需要可以委託其他嘅單位或者人士去代辦呢啲郵政企業嘅專營嘅業務。所以咧，其實喺新郵政法實施之前呢，除非獲得國務院嘅批准，或者係受到內地郵政企業嘅委託啦，否則外商咧其實都係冇權咧係經營信件嘅快遞嘅業務嘅。咁呢方面咧，其實咧我哋同業界咧都係密切嘅聯繫啦，希望業界能夠提供有啲關於呢方面嘅資料。咁同埋咧喺呢個頭先喺主體答案裏邊咧，我亦都提過咧，係有助我哋喺呢個同內地當局咧呢個磋商嘅方面嘅一個進展嘅。多謝主席。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當局喺2月24號答覆我嘅書面質詢嘅時候表示呢，而家未符合新郵政法嗰個規定嘅快遞業務，喺2010年，即係今年9月30日前呢，係寬限期內呢，仍然可以繼續經營嘅。我想問問當局呢，有冇可能喺限期之前，即係9月30號之前呢，能夠為呢啲港商爭取嗰個將寬限期再延長一啲，以便有更多時間同內地商討，以免呢啲港商，即係呢啲經營速遞業務嘅港商咧結業咧？局長，主席，除咗喺 CEPA 嘅框架咧，我哋希望能夠推動更多嘅開放嘅措施啦。另外咧，喺呢個新郵政法嘅寬限期，即係今年嘅9月30日結束之前呢，其實我哋亦都係向內地嘅當局咧係建議考慮係延長呢一個嘅寬限期嘅。多謝主席。